中国民警武器无时停，台海情势唔敢放力。美国军舰前2天驶经过台湾海峡。论军讲，美国总统 Trump 上任以来，美国军舰这是第4届经过台湾海峡啊。不过这届是较特别，中国并无公开批评。美军第7舰队射运平台看到不客气，飞弹靠着舰混运号伫日本欢喜号港正在戏蕊的画面，并且讲混运号正伫前沿部署的状态。也来中共东部战区公开混运号甲海洋测量船西里斯号16出7通过台湾海峡，讲全程跟随监视。这是去年宣誓会了后，美国军舰头一摆经过台海，也是川普第2任期内底第4摆。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，各国均享有自由航行权利。国防部不会主动公布友盟国家基建动态。同时，《纽约时报》依据海上船只定位资料分析报道指出，中国近期2摆伫东海海峡大规模来自一上千只渔船，范围有200海里，造成部分海轮必须避开西对保卫过。专家研判，相关行动是演练海上民兵快速来集合来控制海峡。主要任务就是在战时的时候协助海上的这个侦查，乃至于这种船团的方式进行封堵。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，就是防止中共用这种非正规的手段来遂行他两栖登陆的资源。中共继续武力恐吓，不过赖总统提出的1.25条国防特别预算条例，进前伫国民党甲民众党立委人数优势之下，第8摆暂办立案。不过，伫民众党主席吴国昌访问美国了后，讲要家己提出版本，国民党有压力也会规划来提案。中国国民党党团都不排斥任何的选项，我相信我们中华民国没有人会愿意不要加强自己的国防。两国政府的磋商以及国内军事需求的机密，这是属于行政权跟国家安全的机密资料，你这些都没有参与，你怎么去拟定特别条例呢？对着这样动作，民进党立委批评是头壳大心，呼吁予国防条例进入委员会讨论，这是优先的事项。也立欢迎国防委员会19会以机密会议的形式，邀请国防部长顾立雄来说明军事顾问详细项目，是不是希望解决这个极其客调的局面，真实的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